担任六国农会品茶班顾问的老姚草，有24年品茶经验，进前和伊牵手参加110年六国农会糖仔茶比赛，得3个奖项，消息传到德山六国地区，大家拢感觉因真牛。你以前都得到头等而已嘛，说实话，能够再要上这3个排名是做一个尝试了，不是说这样子就引以为满。我们不止在比赛茶方面，而且在我们自己的茶方面能够销售的更好。老姚草对茶真要求，袂受到别人的建议影响。伊感觉爱和高山茶做分别，安尼乌龙茶照未来。不要因为市场或是说部分零星的消费者给你这个建议或要求，迷失了这个高山茶的口味。这对翁仔某为了因的品牌，坚持上好的品质，互相交流做茶意见，互相听惜，就是希望在未来，家己的茶味会当徛踮在国际市场发展，替台湾争取公赢。